有声的文学读互你听。这边要甲大家分享《孤身要出嫁》。孤身要出嫁第4集。望见秀美啊第2天透早，阿小妈传几落项果子，招因大姆去土地公庙仔拜拜。天后烧金的时阵，拄好拄着庙婆来换花间的水。听伊讲起迄个梦，庙婆嘛讲应该是秀美啊有代志来托梦。天父哪听哪害头讲，敢有影有即款代志？虽然伊嘛真疼惜秀美啊，但是托梦对伊来讲是无影无食的，至少伊毋捌拄过。伊甲艾米两个是同窗，读大学都行做伙。艾米捌嫌伊无够罗曼蒂克，其实艾米家己嘛差不多，读壳电酷酷。啥知影2粒理科的头脑，煞生出一个爱看古册、会晓讲托梦2字的查某囝。阿小妈讲，你嘛知影我毋是真信这信迄的人，去土地公庙仔拜拜行行咧，哪像是去甲长辈请安。当初恁老爸有在世的时阵，劝我甲秀美啊请去菜场，我嘛毋肯。迄个查某囡仔从来都无介意听经，囥伫厝内哪有要紧的，颠倒通陪我。可惜因为是查某囡仔，无法度写入去咱的公妈牌。讲到这，阿小妈的目眶红红。鱼仔看咧真毋甘，甲天父甩目尾讲：“爸爸，咱做伙来去看孤神好无？”讲煞，一手牵阿嬷，一手牵妈妈，行对后尾门。鱼仔徛我树仔骹，行过来看过去，袂输那学者咧做研究，讲即款虫实在生做真歹，真无人缘。鱼仔骹哪想嘛无法度将孤神参音乐 CD 相共阵，规气行去车窗仔边找趴伫涂骹的困木。艾米看查某囝假神假道，毋知咧搬倒一出，感觉真好笑。煞缀去车窗仔边，好事讲究咧，开始压花。菜园仔除了有几啊个葱仔、韭菜、鹅仔菜甲菜瓜布仔病以外，嘛种袂少花草。规排7里香白色色的花，水阁芳。变若开花，就声芳声野，老咧饲草。含笑的花比较较避暑，毋过气味公仔又袂人，只要一蕊放伫裤袋仔，就会当芳足久的。桂花搁较免讲，虽然细蕊，开起来枝香满满时，一点一点若天青，是一款闻起来香香甜甜的天青。正上久的应该是开起来红搁大蕊的丁仔花。虽然人定定讲伊是大红花蔓，毋知，毋过因过家大大细细拢诚介意。一年四季红花接接开，是诚好的格调。阿小妈讲，迄天恁阿舅有问我，敢会记哩较早阮老爸是安怎处理孤神？我头壳内想的拢是望见秀美啊，较想嘛想无。阿小妈心内气压杂咧闹去。天父啊讲，无要紧啊，即马孤神有药仔通敷，而且咱这2丛看起来应该无介严重，等阿舅来一定有法度处理。阿小妈讲，
毋过是安怎做囡仔常常梦见想尾啊，坐踮人间骹咧？阿小妈愈讲愈细声。下暝鱼仔若听天父参大家讲话，若阿花，无想到鱼仔嘛共款，目睭看久无，鱼仔听甲啪啪啪。阿小妈讲，迄天恁大姆听我讲完，伫行转来的路仔私底下问我，敢是收尾啊想要嫁翁？鱼仔听着，行到下暝面头前，目睭天大大泪问：妈，若亲像阮婆讲的，我阿姑毋就是龟新娘？嘘，下暝手比一下，甲水关掉，牵鱼仔的手慢慢来行我天父的身躯边。较早的人为着要加我骹手通斗做事，拢会生较侪囡仔。大姆金英仔的后头厝，就是一个大家族。厝内兄弟姊妹有11个，囡仔大阵大细汉差真济。金英仔大做无偌久，伊嫁出去的大姊嘛生一个后生，上细汉的小弟伫腹肚底就做阿舅。毋过，踮迄个医学较无发达的年代，毋是每一个囡仔拢有法度请养大汉。照咱的风俗，若是查甫囡仔无去，会使写入去公妈牌，互子孙祭拜。若是查某囡仔，就无法度。毋是请去菜场，请去姑娘庙，就是先甲新厝牌仔囥踮厝内。听候到伊会当嫁翁的阳世会所，大家嫁出去。鱼仔讲：阿嬷是安怎阮婆哪会遐尔清楚的？鱼仔实在真好奇。阿小妈讲：迄是因为恁阮婆的三姊都是嫁乡的那的。金英仔的三姊金凤仔，伫7岁迄年破病无去。金英仔会记哩，做囡仔时，听头壁顶有一卡石篮，篮内面放一块新珠牌仔。因阿母捌叫伊甲因三姊烧香。后来有一阵仔，因老爸身体无好，嫁出去的大姊转来讲，应该爱甲金凤仔香的那嫁出去。厝内会较平静。鱼仔讲：哪有人要娶鬼？毋是啦，我是讲哪有人要娶死去的人做某咧？鱼仔感觉安尼讲对阿嬷甲家己的小尾阿姑伤无礼貌，讲煞喙舌吐咧吐咧。阿小妈看甲真爱笑。讲，鬼未死进前嘛是人啊，是安怎袂使结婚咧？天父轻轻啊扫鱼仔的头毛，讲：迄号做冥婚啊，人过身以后所举办的婚礼，自古早以来就有啊。天父想起做兵退伍进前，甲一群老兵仔做伙开讲。讲日捌，讲政权，讲头生仔囝，讲一寡有若无超故意暗藏，无爱互人知影的代志。